练技术的协调能力。这是显示女性技术的美观。女性主要在马背上一个溜转身动作，踩踏至地上，在马的节奏中迈入行。再接着看到这两位举手表演的就是郑大力，这是要求举手要具备承接、腰腹柔韧、平衡稳坐的协调能力，才能完成几项动作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男士倒挂金钩表演，这些动作是非常的不容易，希望各位来宾朋友们把掌声送给他们。就是隐蔽动作，那这个动作呢被视为军事项目，战斗中为了自我保护，接受在马的两侧一翼，以方式来防身。那第二个看到的就是单腿挂环表演，这是要求女举手各个部位柔韧非常好，这样才能体现这动作的柔美。再看到的就是马上横这个马肩横着表演。那马肩横着呢，是考虑我们的人的胆量、腰部、手腕的力量，同时也考虑马在这块基础上的前肢与颈部力量。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采安基礼表演。这些举手呢，同时驾驭着这两匹马，它在我们这个双马马背上做到一个直立的动作。再看到的就是马上跃马表演，它是就是我们经常马儿的力量在马的左右两边翻腾，这也是要求骑手的马体都具备非常高的综合素质。那后面看到的
那么今天带给您的马术技巧表演呢，先告一段落。希望各位来宾朋友们给我们这些优秀勇敢的健康练员掌声和鼓励，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这精彩的马术技巧表演。新疆沙袋中有一怪说，君子足下谈恋爱，指的是哈萨克族也有复制的恋爱方式之一。因为中哈萨克有一个民族独特民族的马上体育娱乐活动，会在耳朵里节日的喜庆之时举行。现在作为传统项目展现在各位来宾面前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少数民族文化氛围。飘扬是哈萨克族一种传统的马上竞技游戏，是项勇敢之运动。飘扬是最好的锻炼，也是力量的较量，又是智慧的竞赛，既勇敢又赛技术。参加飘扬有不同的组成团队，而且要讲征战略战术。它既需个人娴熟的技巧，又需集体的密切配合。现在作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传统体育项目。各位来宾，亲爱的。